原來神是想體驗煙的感覺。你竟然咁搞我副身體竟然嚟搞我，神佢係一個意識流嚟嘅，佢係一個冇肉身嘅存在，佢好多嘢佢體驗唔到，佢就分成咗各種嘅碎片。你係神嘅碎片。哦，就我們是可能幾億分之一啊。係，我係神嘅碎片，跟住所有嘢都係神嘅碎片。佢係想要經歷所有嘢去感受、體驗、體驗，因為感受佢係唔知噶嘛。我懂了，原來神是想體驗煙的感覺。係，所以有冇好定係壞？冇，只有體驗。所以你身體唔好，亦都係一種體驗。一旦我有病，我就會瘋狂咁食藥。我話俾呢個身體知邊個先係主人。你竟然咁搞我副身體竟然嚟搞我，大膽。係啊，我話俾邊個先係身體嘅主人？豈有此理！係啦，所以食藥攻破我身體，係啊，係鞭撻佢。對，竟然諗住用病嚟恰我呢個靈魂。